老师你好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嘛会使叫我阿婷。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，今日就是为两位姊仔来服务，安尼是无？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咱加油一下，好，好吧？为着别人在打拼，机会愈大，无啥烦恼，煞不知要创啥。人讲人生就是一天过一天，会当食就加减食，会当行就爱死加行行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。人生咱常常用一句话互相鼓励，就是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但是若是袂拄好，真无奈去拄着战争，那这个道理爱改写，甚至连人生的下一步要安怎行，嘛袂准算。伫咧台湾的经文，差不多65岁以上的时代拢有经过战争，所以我这回就大家经文食，要到一定时代学习应对人生还有生活态度。好啦，紧幸福可以等我小热，我嘛要来下水游泳。老早，我对你的脚步对袂着呢。无影，我是有哪豆豆油，我年纪大了，袂使游伤紧。王爸，我看吼，咱这游泳池内底啊，每一位姊啊啦，啊个大哥啦，吼，大家拢爱受到迄个哦，迄个屈势，真专业。啊，敢拢是咱这庄仔内的人？咱招号做讲沙尾，沙尾是附近的人来招参加这晨泳会。看有的人要起来啊，是无？是不是要赶上班？他们伫7点以前爱转去，哦，转去就要做教务事啊，还要带孙子去学校啊。啊，咱今仔日应该无咧赶什么时间嘛？嘿，这是。咱加油一下。好，好吧。我已经暖身啦，唔敢起来的啊。好，我这里脚步。你真正足厉害，你啥物事拢会当诶？啊，我这个就是
正规的训练，是细汉伫窟仔拍面棚伫海里受水的时阵的，所以我无经过正规的迄款游泳训练。我即摆40外岁，我若是无参像你遮尔认真，我受起来嘛是足吃力的呢。哦，可见这运动就是爱持之以恒，爱一直坚持落，继续对，对无？对对对。好不好？我爱学习起来。这早起的日头是俗好的。吼，人咧讲这早起的日头啊，就是有一种咱咧笑的辛苦的健康。是啊，是啊。这是因为志气在于晨啦，所以咱即摆啊，安尼游泳起来了后这个阳光照进来，给我们心广神怡。来到金门游水，老实讲，我第一道。第一摆。第一个爱，因为吼较早来金门吼，我还记得迄个海边啊吼，拢有插迄个反登陆桩。对。咱金门人是毋是较早对海对水有距离啊？所以较无咧游泳游水。以前民国38年，那个农村里面，老百姓徛的厝拢早徛阿兵哥。我有那徛伫迄海边，所以徛伫海边咧，遐兵徛的特别多。因为惊讲会受水，互相来往，所以有管制。所以呢，要去海游水袂用的。王爸，我要问你一个较歹势的问题，因为甲你同齐游泳，我才注意到，你的腹肚下有开刀的分裂呢？系啊，这是发生什么问题哈？咱的身体健康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吼，是啊。那讲的是，我过去是做民意代表，是。咱金门高粱酒真有名嘛，吼，所以我就爱啉酒，爱去敬。这个是第一，就是啉烧酒，啉伤多，第二，我迄阵也是去政大读研究所，一方面读书，一方面去补习电脑，所以功课跟身体的压力超出我的能力，所以就病倒下来，也要感谢医师，迄阵呢，大家把我救起来，我就首先感慨，那个时候我已经62岁啊，63之间，我感觉讲身体真重要，所以我就开始重视我的生活习性，所以我在运动来受水，卖互家己的这款生活更上更紧张。哇！虽然讲吼早起拢想要困较暗的，但是我感觉安尼透早起来运动游水，精神介好。当然。对啊，刚才。所以王爸你拢伫咧遮买水果？这是。这水果是台湾来的吗？拢伫台湾来。是。你有要食啥无？我即马都咧想啊，因为水果我是最爱食。那水果是真好。头家娘，你帮我拣一粒熟的、甜的、有汤的。安尼恁5嘛来拣几粒好无？好。对啊。拣2粒。2粒，大粒的。好，多谢你，拜拜。谢谢啊。这过去遐阁有卖足侪物件。这算讲金沙连酒等于商业区啊。这市场是传统，以前就有。
这是什么菜哈？迄个红姜菜，红姜菜哟，红姜菜所以这不是台湾来的，是金门来的。啊，金门改种的，金门在地，不是金门来的。金门种的，金门种啊，嘿。换一个爱陪我讲。安尼我互你讲两个，安尼好不好？你有讲笑啊？啊，王爸恁兜里头前哦，我都会记的。瑞美有限公司，有。行行。自动门，就是爱主人来开，叫自动门。啊，因为孙多啦，啊，所以就弄得乱七八糟。没啦没啦。哦，王爸，我感觉每一回啊，来到你食，袂输那个来到这个图书馆的。而且我知影你吼，伫台湾读甲硕士，啊，佫无够呢，你佫继续佫读落，佫读甲博士。为什么你这么爱读册啊？因为金门吼有一句话，就讲海滨走路，都是讲这个所在啊，文人很多。啊，当然对我来讲，伫个两岸的战争30年中间，我没有办法好好读书，所以呢，到我50-60岁，迄阵啊，我才感觉讲，习有自正，我的事业原囝有哪会甲我接啊？啊，我啊就开始追求我的生活。你看，这本嘛你写的，这本嘛你写的，这嘛你写的，这是。啊，这嘛是，那食着无？啊，佫有着无？系啊，我感觉伫个你的身上真正是感受到，什么叫做学海无涯，对啊。啊，就是一句话叫做薪火相传，啊，希望将咱金门文化吼，甲延续下去。王爸，你即马手牵的这位小美女是啥人？这个我的上细汉的祖孙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叫啥物名？哦，浩宁呀，你好你好。王爸，较早这条街啊，我即马看到这看板啊，佫真济。啊，这间以前叫做天捷饭店，这个吼，迄阵生意真好。早讲，因为迄阵阿兵哥真多，啊那礼拜日、拜六啊，拢有啥物集餐集会，拢伫这间。是。嘿，啊这一家我要特别讲一下。是。这间哦，以前是照相馆，我结婚的纪念照就是在这一家，那是民国57年的时候来这边照的。啊，伊今麦拢转型咧卖金门高粱酒啊。嘿。啊，咱的戏伫对。啊，地球。这都是金沙戏院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都是你买票的所在。在买票一张差不多2块半。过去金门无电视，啊，所以娱乐的只能来这边看电影。是。啊，后来有了电视转播台，啊，才有电视，啊，有电视了后，慢慢电影就没有人来看了。王爸，我有一个问题呢。人咧讲较早金门有10万大军，你吼经济开始有基础吼，嘛是因为做阿兵哥的生意对吧？这是，因为我迄阵啊是咧小学的家资，啊，阮那部队来，啊，有军中跑车的感情，因为啊，你家资一个月都无偌济收入，啊，你来做生意，啊，所以伊迄阵鼓励我来做生意，啊，我就开做杂货店。因为我起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起之于军中，用之于军中。说一说就甲咱这个金门36档对无？这个军事限制迄个时期，讲了啊，讲我清清楚楚安尼。啊，这个都是我的仓库，
仓库。台湾来的物件就留在这啊，才送出，吼。所以就是对台湾进口的物件。我介绍一下这个物件，吼，王国清。你好，我朱婷。嘿，我等你要出省的，好，等你我都回啦。不要紧，你无用吼，安尼做你无用，好，谢谢。是国军哥是妹妹的爸爸哟。嘿，啊，你要跟爸爸去送回无？要不要？来。所以彭爸，你来家是，你唔是拢交互后生吗？很，我就拿像来就就是讲甲斗扫路骹，甲斗整理物件，安尼嘿，厝内业务上的代志，我交互伊处理。王爸，嘿，我吼看过足侪，就是时代啦，吼，放手吼，应该讲交接，有第二代、第三代啊，但是有当时会拄着一寡意见袂合，是啥物款的问题啊？这个我前早都有考虑，我即摆若要脱手，我嘛是无法度通去进入他的工作的核心。是。我只有来扫路骹，来甲斗整理物件。所以呢，这看起拢重点工作拢全部阮囝你创。你唔甘互伊孤军奋斗，对，但是你最佳的后援部队是安尼概念就对啊。小美，那个这东西拿来扫在里面。伊安尼扫安尼一堆安尼，厉害呢。嘿，宁宁嘛做阵做，我感觉真好。嘿，好，快去吧。王爸，嘿，这就开快呢。这是，这个有个推出去，政府有讲这个，个向面头前推差不多20公尺出去，无以前无人遮尼大。这个庙叫阴山庙。嘿，这阴山庙是有6个乡村供奉的。唐朝的社人公，我讲夏令公啦，罗社人，嘿，来，您咱来拜拜，来，祈求平安。是。今仔看起来那个退潮，口老啊呢？这是。那个是什么？哦。那个就是铁轨柴，早期金荒就是防止共军登陆。王爸，嘿，因为吼，你也算是有经历过迄个战火的啦。这是。对啊，伫咧战火当中成长啊，讨生活。你有一个感觉无？我感觉那个人生甲未来，常常拢无伫咧家己的手头。这是。有哦，我那感觉哦。有。嘿，因为伫迄战争的时阵吼，什么时阵要炮弹来，咱无法通掌控。尤其我知影你有一个查某囝，嘿，就是伫咧战火当中，就是牺牲啊，嘿。嘿，我第2组囝吼，幼稚园毕业了后，你困啊。大陆那边炮团弹来，很不幸就牺牲掉了。是这个是我骨肉的伤痛，永远没有办法这个磨灭掉。所以你感觉，上好的日子，上好的人生的下半场是什么款的日子？上好的人生就是咱大家安尼和平相处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个是咱人生所梦寐以求的。这馄饨加料，这馄饨面好大。这馄饨是馄饨面好大。
上爱耍的就是办公会啊，因为阮兜是做衫的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即个布纱啊布条就变做大面，啊，我就迄个当甜啊啦，啊，搁迄个大汤匙安尼摆摆就开始煮啊。所以大汉了后啊，我若出来食物件，我就就爱观察即个头家娘吼，伊咧煮物件的迄个屈势。啊，即马吼，咧无用器材这位阿姨姊啊，就是咱今仔日要学习的学姐。阿姨姊啊，我知影你这间店吼是接爸爸的手对无？哎呀，对啊，我12号由阮爸爸做啊，做啊，即摆我65号啊。安尼认真甲算起来，差不多60、70档有啊，所以爸爸嘛是徛伫咧即个位啊，哪煮哪顾店哪看外口，跟你同款咧。对，阿姨煮我倒拍。来，你们在哪一周？歹势，互你久等啊。好。炒泡面甲蛋饼香诶。这个小姐。来，啊遐有餐具吼，家己摕，谢谢。来，本店特制泡面加馄饨。阿姨姊啊，吼，真正咧无用的时阵，含这肝吼。顶落来拢无用通切呢，对，拢无用，拢无想讲装一个冷气啊，是啥哦？啊，阮这大间也袂装的你。是吼。好啊，4个月透空气要怎装？因为我吼每一回来看你安尼辛苦，看你安流汗，我唔甘。习惯了啦。我有准备一个，迄个秘密武器。阿姨，你若无用，我若送你一个冷风。啊，谢谢呀。你看，有咧喷这。有咧喷水。我甲你讲，我唔是咧卖这哦，这是我拄啊好想讲，唔对呢，咱阿姨姊啊，遮尔辛苦，我想一个办法，无可能讲，互你排一个冰层安尼啊，安尼排骨嘛唔好啊，想讲啊，这至少吼，你用加水。加水我有看到。嘿，加水啊，甲剁落啊，就。谢谢啦。啊，你若看到伊，就爱想到我。哎呦，我定定想到哦。你阿姨姊啊嘛，我面嘛圆，咱圆啊。对。你会晓袂？我煮你食。淡薄仔枵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啦。嘿，我想讲吼，今仔日会当我家己食，我家己煮无？会哦。我教。好。会使哦。好，安尼等下爱麻烦你哦。做我的老师哦。好。老师你好，现在多多指教，安尼。这就啊，这就啊，踢落去。好，无皮带山葱，无你加海。垃圾的，皮带好。啊，甲葱我算。安尼。好，啊，点火。安尼无够啦，就我无够啦。过来。2箍。对哦，就2箍。2箍。安尼。加一条还是无够。安尼有够啊啦，我惊肥。我你惊肥。好。好。了条。好，了要参几项？看你要爱参啥？广东粥有地瓜无？有啊，有嘛有地瓜。好，OK。好，啊，多3个，再过来睇，较袂伤甜。来，过来3把。好，安尼。我你拍。我功夫也是好的哦。头有练过。几好了。哇，今日这碗特别营养哦。好，我就差不多就是安尼。鱼柳香味啊。来，倒落去。辛苦吼。袂呢。刷落。看起来足好食款的呢。刷落去。来，刷落去就是这。对。你家己别油葱。对，啊，搁这。菜。芹菜。胡椒粉。啊，搁有胡椒。对。安尼对。多谢老师，多谢学姐。就欢喜。
就好食的呢。对啊。哦，而且金门的广东粥就是安尼，系啊就是迄个食袂着迄个米饭。哎，对对对。米粒食袂着，拢用伫内底，所以食起来安尼绵绵安尼，有够好食，足好味。好食。阿姨姐啊，你过去咱个拢是一年拢无咧休困的，较早逐工拢去做，对无？拢休正月初一跟初二，安尼尔。安尼尔。哦，太辛苦啊！啊，所以你今嘛有休困伫安吗？有啊，星期四拜四。安尼就明仔载啊。哎呀，明仔载啊。安尼明仔载咱咧佚佗。哦，会会哦。会哦，会哦，会哦。大哥哥哦。哎，大哥哥我手油油呢。来，吼，明仔载咱佚佗，会记得哦，吼，啊，看去对接你，你才甲我讲。哦，好啊。我朋友伫遮有车通啊招我。哦。咱出兜风。哦好，啊你坐坐。来，上车。啊？歹势啊，恁等我输啊。会啊会啊。我规日都免叫营业，一定要做就食肉。佚佗。来佚佗。阿姨姐啊，我甲你讲，我今日吼，有够欢喜，有够痛的，乐痛啦，乐痛。嘿，你知影为什么无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甲你讲。我之前有听师傅咧讲啊，讲好要甲阿姨招出去是足困难的，很难招，足歹招的啦。因为你拢顾店嘛，做生意嘛。对。你今日愿意跟我出来佚佗，啊，还有阿姑姊啊，足欢喜的啦。我嘛欢喜。对啊，因为两位姊啊，真正会当讲是做过头。哎呀，真是啦。对。卖菜。你是卖菜。卖菜卖猪肉吧。对啊，啊，较早生意较好哦。较早较好，阮阿妈某拢计做50几年啊。哦，咱咧行这金门大桥，欢喜呢！我头一届呢。安尼看迄个吼，迄大粒迄3桶的船就对下对几粒。真正是看海呢，咱咧甲海安尼下过去呢。上港码头即摆已经无船咧靠岸较少。啊，这是过来遮佚佗。好啊，对啊，上港码头小金门，来，行一坑道的吼。凉呢？哇，真凉。哇，下底足深的呢。对啊。老总统啊。是吼，我看一个，对。真是吼。较早就是拢咧画这反共抗俄啦，老写。真是啊。我会记吼，之前有听阿姨姊啊讲哦，阿姨你讲吼，你少年的时阵嘛是足辛苦的，嘛爱去操是无？对哦。是伫咧金门的查某囡仔嘛爱当做查甫人落操就对啊。一个一支穿哦。有哪共款就分穿啊？远啊，一人分一张穿。一人分一张。远啊。啊，迄个穿是有管制的吧？有啊。就是讲，不管是你爱摕转去互伊检查啦，还是讲，哦，你擦啊好清气啊，你若切无清气哦，点查？你搁叫你搁倒切。真正足辛苦的呢。啊，所以查某囡仔几岁到几岁拢爱出操哈？差不多几岁？ 16啦，上啊16个。16岁开始。16岁。啊，到几岁？
有直直炒继续炒。那查某你结婚就免啦，要摇人，摇人，我要生囝有那。那对啦，啊你要摇人那就免啦。哎呦，你会感觉讲伫咧金门吼，生伫咧金门特别辛苦，特别是查某囡仔，会有安尼怨叹无？袂爱袂咧，袂哦，很累。恁哪会遮坚强啊？因是讲以前讲啊，要加过过豆过啊，就是讲加啊结婚啊，就是想委屈家己唔安啊，对啊。吼，老实讲，我真正无恁的才调啦，嘿啊嘿啊，那是慢慢来，哦，真正你就开样。伤拼吼，我的迄个退休的生活，我已经甲我家己过好，我感觉我已经一棒啊！无咱讲面头前都会当行，咱讲继续行去，行去看卖一个外口，哇，水港。海荒有头，海荒有头，我即摆嘛要讲啊，啊配这个冰，拄啊好凉，正凉。我看到这海印啊，有时起，有时落，有一条歌在唱的嘛。后头我听到恁两位姊仔的故事啊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呢，吼，就是迄当阵。有战争的时阵，你会烦恼明仔载的代志，因为当时有炮弹来，你抓袂准啊，会惊嘞。会啊。哦，恁声要安怎哈？啊嘛是无公众来比啊。我啊较早较讲吼，啊阮囡仔做着，阮爸叫阮装去眠床骹。啊，其实阵我遐讲装去眠床骹嘛同款哦。迄阵我细汉的时阵哦，我爸爸讲你已经装去眠床骹，你会打。哦。啊，我其实眠床骹毋是同款。所以讲，伫咧恁少年的时阵啊，恁敢会去想到老来要安怎过日子？敢有去规划过？敢有想到这？较无去想咧，袂啥啊，无你想。讲我今仔日无代志就好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就来做人去摊家啊，来山做种安子、种土豆，唔照人食，无我就摕来食。即马恁两位会当讲，拢是行到人生的下半场啊，对无？嘛差不多，老实讲啦，会用退休啊，人阿姑姐也退休啊嘛。医生你也可对啊。你还搁咧拼生意？我减去5、6岁。嘿啊，阿姨姐啊，你有想讲当时要来退休好好啊，享受无？有想过无？我加减做无。伊加减做，伊若是讲我明仔载要去叫佚佗无。我若要佚佗，我搭一个白天网络去讲。唔通讲吼，为着要拼生意，拢无爱晓讲。你少年拢安尼啦，嘿，啊，即马想想会歹啊。阮两个拢任务完成啊。成啊。伊囝啊，查囝啊，我老师叫伊带嫁过啊。啊，我也3个。啊，伊啊，迄落啊吼。我迄3个后生拢带。功德圆满啊，圆满啊。啊，厝边甲创好，因也人徛吼。啊，厝家已经啊斗3间好啊，好啊，单无欠啊。平平常常，快乐过日子。小球的哦，好，好，再笑一笑哦，好。李老板，啊，咱这螺啊，就是要互人客会当伫咧遮热头装对无？对，啊，热热安尼翕相，对。都水，啊，搁缘投安尼。啊，即摆来翕相的人侪啊少哈。一站啦。啊，伊当初有疫情的时阵，疫情的时阵，你敢有休困？店有休困无？无休困啊，阮就是我有休拜三嘛，每个礼拜三。你即摆有休困的，但是之前我听你讲，你是全年无休。对，之前拢全年无休，包括过年哦，即摆都是
是70几岁啊，70几岁啊，也是要教咱我。要有休闲休闲呐。对，阮囝伊是较晚起来。伊11点才会接班。是。用伊11点接我较会用8点。啊，你较早无休困的时阵啊，连迄个除夕夜30日啊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拢无休吗？对。为什么无休啊？就人多啊。免阁袂使有相机。是。阮就提供相机纸啦。是我即马伫咧迄个。遐拢是。哦，对啊，迄几台拢是会当出租的，就对啊。这一台吼，有那5、6千块呢。哇，安尼算起来，应该讲是即摆几啊万块啊是无咧算起啦，时代变迁。但是我知影迄当阵啊，金门伫迄个军事管制的时阵，即个相机是毋是嘛是有管制？对。敢要去登记啊？是啥？无爱有执照。执照。才会当有即个相机。一间相馆哦，我会使10台。哦，10台啊。一台14块。14块。对。哇，当阵钱大钱呢。对，迄就是有影足竞争嘛。免阁做，大家要租嘛，所以就是爱来就买底片，爱来就冲水。因为你若用租，要买底片无爱水也袂用的。即摆变成怎？也无人要洗相啊。因为手机咱要互朋友看，都来去还有咱咧讲迄电子相簿、电子的啦，迄相簿安尼，划一划、拍拍就看有啊。对。除了即个翕相机，我感觉真趣味以外，另外都是这一张一张的这，嘿啊，这拢是旧相片对无？迄个炮战的时阵吼，爱翕规身的，表示伊骹手无受伤。过后了后，无拍战，无炮战时，呾翕半身的，半身你看，较早，对，较早吼，迄72年来翕吼，才少年，即摆吼108年过来翕的时阵，就比遮老啊。安尼30外对啊，因为伊吼是馆长欢迎老兵回娘家，所以就讲老兵搁再来。过来就是讲，阿兵过来，也袂使转去。人女朋友上伊就该，对，女朋友上来嫁伊就该合成在一起。所以讲这是较早的合成的。对。较早无电脑，所以这是用手工的。用手工的对。为无女朋友上伊改赢歌曲的上，要附件啦，即摆即摆较早是流行啦。有女朋友伊就是差女朋友。哇，所以讲若真正要找金门的故事，要找金门的迄个基地，都要来到翕相馆。对。足侪故事拢安尼停格，拢伫遮安尼一张一张就现呢。有人客，你对来。沙米。沙米遐拢无翕相馆吗？无啦。沙米遐无。因为今仔生意无好，无人做。因为无人无阿兵哥啦。较早有阿兵哥的时阵，沙米敢有家己的翕相馆？我也经哦。二老板，较早无电脑的时阵啊，若这相片要收啊，毋是用安尼收的对无？是毋是真正用手工的？用手工，用鉛笔。铅笔，鉛笔，鉛笔的时阵。我无足油。无足油安尼。一早就爱收个规半点钟。吼，真艰苦。连阿姨拢知影呢。阮兜较早嘛会去翕相馆。原来恁兜是。所以你专业的啊，你嘛来找专业的。伊即摆迄啥高摇电脑真厉害。来小姐，我这你马上哟。小做一个啦。好。谢谢。先做了哈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多谢师爷哈。头尾安怎？这要翻拍一张有法度。哎呀，安尼，好安尼，好安尼啊。
我说，我第一回看到翻拍呢，原来嘛是爱人提的哦。你啊，你看，我会处理，哦我会处理。哎，我叫来我来来，对，啊，你先回这挂壶吧，挂壶哈。够够的啦，这个是上款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厝婷阿婷，会记得无？嘿啊，之前有来过，啊，我今日来记录爸爸的生活，嘿，啊，所以即马是换你上班的时间吗？对。来来，啊，你加个富贵。啊，毕竟你的技术拢爸爸给你教的嘛。对。是吼。你几岁开始跟爸爸学？差不多30出头啦。是。30出头才回来这个弄老爸。本来是去那个台北工作嘛。对。后来就想说回来做这个试看看嘛。李老板啊，即马后生有接手啊，你是不是较有机会、较有时间会去经营你的生活？有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我拢会早时吼，拢有去运动，有土风舞半个小时。哦，你还会跳舞哦？然后还有那个太极拳半个小时。嗯。这样子。那我是礼拜3有教一些朋友去唱歌啦。今天你拄好有呢，我等下用个乱入恁的聚会哦。会使，欢迎。好啊，安尼加一哦，哦，加一。时代上定定看到的上赞、上得上的这个休闲甲娱乐，就是亲像安尼，吼，你唱的唱歌，哇，真正朋友安尼少少的来厝的唱歌，若是唱歌心情会好，啊，搁亲像大姐安尼，会安尼哪唱哪跳的，对身体健康嘛真好。老板，你看，迄专业的你跳都无共啊。我拢袂顶袂当，都袂顶袂当。是哦，哎，我来试试。凉菜煮了就好食，添补伤海寒，吃了好食抓人头，大厝海边走，食甲伤好，行是野狗，水果会回来走，人生倒倒都亲像咧佚佗，有时啊烦恼，有时幸福。我到底该有啥烦恼？人生无撇步，欢喜。
平安真快活。2、3。认真难得来到金门啊，当然嘛要加停留一下。刷落来要甲大家介绍的这位吴老师，伫咧遐咧教乌克丽丽的迄位啊，伊足酷的哦，足厉害哦。伊的顶半场甲下半场的铃声完全无同款。伊吼本地是住伫咧台湾本岛，啊尾啊吼转来高雄金门，即摆的生活完全无同款。5花10色，带大家慢慢熟悉伊。哎，大家鼓励鼓励，哇，非常好，有没有？啊，来，演唱的时候放很轻松，不要有什么忧愁，对不对？乐在学习，忘了年龄。OK， 就这样子啊。谢谢，客气，大家客气。头拄我听恁咧弹那个1秒到东南亚的呢，哎呀，哦，那个看到迄个椰子树安尼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安尼。因为牵扯到，如果是在做夏威夷的曲子更好了，大家就说哦，草裙舞这样也是很好了。安尼，安尼是不？哎，老师平常时上课拢会安尼即兴对不？常跳草裙舞啊，今仔日较腼腆一点。哦，今日你的草裙舞无摕来？小姐才会穿着草裙舞这样，哦摇，到最后男生看了老半天会晕倒嘞。哇，老师，这是魔幻鸡。对，魔幻龟。魔幻龟哦，哎，这条龟足水的呢。啊，唔过我安怎水嘛？你姑娘我水。哦，多谢老师。袂客气诶。哎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这条鸡会起甲安尼遮尔啊水，迄是谁起的？啊，这种是咱华侨。哦。华侨啊，转来男友有趁钱，啊趁钱就来见识。无怪我看迄位的窗仔门面顶啊，哦，真水哦。对啊，迄个装潢，迄个装饰，都比较参像咱伫咧南洋看到迄个模样。对。老师，我看这店嘛，真济那个拢是卖一寡纪念品的啊，还是遮的特产。啊，伫较早敢有卖咱在地？有，以早上早是卖真侪物件啦。哦，因为咱头前食过啊，这就是有这新市场巴萨菜市啦，吼。巴萨唔是台语的，嘛唔是福建话。唔是，伊这咱华侨大大的金门的话，这就是甲印尼话相。叫巴萨，因为咱台湾有这市场啊。以前我虽然来食，一只到头前啊，这就一间竹卖店。哦。全金门上好食的，哎。你讲十会店？哎，竹毛啦。哦，竹毛迄是。竹毛店，就是咱咧讲广东粥。哦，咸梅就对啦。哎，对啦。是伫咧食就对。哎，对，在这一带，嘿，是家附近，哎。啊，讲的有那时间过啊，真紧咯。哎，一摆哦，50-60年去啊咯。哦，可能唔拉咯。啊，你少年的时阵，哪无想讲要留伫咧金门发展啊？无啦，啊，咱金门就是本来真热闹，啊，不过迄阵的时代吼，大家吼少年家，大家嘛要讲想来台湾，第下找哇，啊来台湾遐加啊学一寡新的知识，哎。应该讲是出去看一下无共款的环境啊，世界，见世面啦，是安尼意思吗？对，哎。啊，所以老师，你当阵请去台湾的时阵啊，你上袂惯势的是啥？哦，上袂惯势就因为台湾吼，迄气吼，迄款往来米真好食呢，食到腹肚真 Q 的。我一摆好外人换过，啊，佫感觉腹肚枵枵，啊，半暝啊，就腹肚就真胀咯。啊，无咱金门人拢食啥物米哈？金门哦，哦，遮的米真侪种哦吼。啊，一般拢咱会食这在来米较侪，啊，但是安池食较侪啦。安池、安签啦，哎。这阮阿姑因者，你讲倒一间？一间
所以阿姑即马阿哥有咧顾店吗？我那久都去做仙啦。哦，是。这就金门的金纸店。金纸店，啊，伊这是十岁店安尼就对啊。哦，伊这店真多哦，啊，这做这这有哪食有名。我细汉拢一只剃头。对啊，加头章剃头。加头毛嘿。老实讲啊，其实我头拄仔看你放迄个动物啊，上你的音乐课，我有感受到你足欢喜的。所以你对这个音乐啊，真正是有天才、有天分啦。但是较早爸爸乃无想讲要好好啊栽培你行音乐这条路哈。无，伊虽然是靠有一下趣味安尼。你伫台湾音乐是你的休闲休闲，对吧？啊，但是你即马转来金门过你人生的下半场，你会用讲是用这个音乐为主，为什么会安尼安排安尼转变？啊，因为我唔是读这本科的音乐的，应该是，但是我喺台湾同我足侪贵人来相助，所以我住金门，咱要回馈咱乡里嘛。啊，咱下乡的咱就爱给它传承落来啊。在咱本地的音乐啊推广咯。若是讲吼，人生的顶半场是为着生活咧打拼，啊，你即马转来金门安尼以音乐为主的下半场，你感觉即马的生活甲较早的生活比起来，有啥物无共的感觉？当然是无同啦，哎，台湾的生活。人讲都爱食竞争啊，你无打拼，你就免食饭咯吼。啊，但是住来金门都无同啊，囡仔即摆拢大汉啊，带嫁啊，哦，啊，咱下半场咱就要家己要安排啊，人生其实才开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开始尔咯，打开始尔，对咯，嘿。就是用南管加上进去的韵味，把它混结在一起。原来啊，伫咧金门啊，甲吴老师同款，爱音乐，甚至把音乐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的人，这么多，大家有机会、有时间，一定会斗阵来练音乐，研究这个音乐的好，甚至甲金门传统的音乐，啊个金门传统的文化会咧延续着。我感觉吴老师伫伊的人生的下半场选择转来故乡金门，是一个上好的安排。100、1。